行政议会本地今仔特别通过规模5450亿的轮性特别预算案哦，我感觉真关心讲其中敢有变破发现金的预算呢？也毋过行政院伫早起临时提案，民进党的立委赖水龙是表示讲，行政院甲党团针对排富条款各有劣势的照顾是有无共款的意见。在野党哦是要求中央应该要赶紧发现金给民众。 因应美国关税冲击，立法院通过特别条例，包含破坏现金一班。总统赖清德表态，行政院提出润性特别预算案，呼吁中央爱支持。被解读是赖政府态度等缓，破坏现金已经有影了。我们要观察一下这一两天这个可能的影响状态。 行政院7月份要通过规模5450亿的特别预算案，在临时休假期间提出提案，引起关注。总统已经宣示得很清楚了哈，大方向上是确立要朝这个方向做顺应人民的意见，然后将国家这几年来经济的一些成长所增加的这些税收的部分，那也跟人民共同来共享了哈。 赖水龙指行政院调向破坏现金，暗过立法部分牵涉排富条款较好着势，政院党团无共款的意见爱整合，对电影内部无共款的声音，和特别预算案然后送到立院审议，若被表达强烈的不满。 现在如果一直延，那么整个来说的话，那你的要怎么救这些产业？我们比较担心的是产业怎么办？因为不是产业老板的影响啊，员工会受影响啊。民进党现在是什么？行政院跟立法院是左脚踩右脚吗？还是民进党内部在立院党团里面自己就已经是内讧了吗？这笔钱下去，对很多家庭、对很多的这个民众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。民进党不要在那边三心两意。 罗斯福批评政府提管社会遵性攻击，杨启海强调台湾已用无怕企业裁员，也个公司放无成假，要求政府赶紧发一班帮助产业甲百姓渡过难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